成獎200至1000蚊俾大家。大哥，又係大炮城啊！2025春運順利完美收工啊！但喺個春運過程中嘅話，都會遇到多少個問題，例如乘客購票之後呢冇有位置坐，係因為車輛調度嘅問題，先導致咁樣嘅情況出現。後續我哋已經同乘客協商合理安排好，仲有乘客丟失行李嘅問題，係因為個別乘客落車嘅時候攞自己個行李，把其他乘客個行李都攞落嚟，忘記放翻行李倉嗰點嘅話，我哋司機檢查得確實都唔到位，我哋已經對司機進行一個處罰。事後我哋都對失主進行一個賠償。前幾日有乘客發視頻上抖音，話汽車行駛過程中打開個天窗，係因為最近流感比較犀利，打開個天窗可以通風，等空氣流通。以後你哋發抖音嘅時候，記得 at 上我會第一時間幫大家去解決問題㗎。另外，提供寶貴意見嘅阿成獎200至1000蚊俾大家，多謝。春運期間客流量比較大，喺服務各方面可能跟得唔係好到位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感謝市民對粵車行個認可同埋支持，我哋會努力越做越好，加油！去鈴木上廣州去，嗱嗱聲，同姐帶你去免費，去喎。